幸福就喺自己手上，我信。就將時間放喺值得嘅嘢度，呢個 H 一定要奮身向前，而唔係退一步顧埋後面。要同自己講，成功先會幸福。記住，得會遠多過失。拋低屋企係因為想俾更好嘅嘢屋企，繼續跑，屋企人會理解我。我會理解屋企人繼續跑，想俾更好嘅屋企，係因為拋低屋企實會遠多過得。記住，幸福先會成功。要同自己講，退一步顧埋後邊，而唔係一定要奮身向前。呢個 H 就將時間放喺值得嘅嘢度，我信幸福就喺自己手上。